4月初3，花莲大地震，搁再加上这2天的地震，未一再发生，各航园区也传出灾情，造成一寡厂商的损失。为了要减少损失，阳明交通大学的土木系团队自2016年就针对科技厂房开发出防震技术，而且有通过大型结构实验室的簿记试验，在这几年的地震当中发挥正大的功能，减少半导体厂商的损失。 4月初，花莲大地震了后，地震尾不断，这2天又搁再发生规模6以上的地震。其中，科学园区对台湾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产业基地。面对地震降低伤害，阳明交通大学内面有一所大型的实验室，就是针对半导体厂房所设计的防震系统。会当看到保存系统的架啊，地震的时物件是直接压到涂骹。 保证系统的架是完全无任何损失。在建筑结构里面用了很多这些抗震的阻尼器，但只是说用到科技厂里面，它的原理是相同，但是做法是不一样的。你必须要因地制宜，根据这个无尘室里面的这个条件去决定你该怎么样去装设这个消能器。那我们用消能减震的这个方式，它是把地震能量给吸掉嘛，所以它同时把位移也降低了，把加速度也降低了。哦，所以只有这个方法可以确保这些晶圆盒不会掉下来。1赫兹50 nm 赛波 ROM。透过电脑模拟出地震发生时所产生的撼动。 教授指出，科技厂房内底拢是敏感的设备，尤其是一般的自动化系统，防护性较低，万不幸当到地震时，架顶的晶片就会落下来，造成严重的损失。每一个晶圆盒里面放的这个晶圆数量大概是20-30片，这么多，所以它一次的损失就很大。那放在这个仓储上面的那个晶圆盒的数量非常多。 所以它在那一次完全没有做任何防护的情况下，掉下来的比例很高。这一次地震来讲，装了这个系统的话，减少的损失那当然是少很多了。教授表示，团队自2016开始就协助台湾半导体第一部分大型厂房安装防震的装置。经过这几年实验，有正好的成果，嘛在这摆403花莲大地当中发挥效果，减少科技产业的损失。记者杜君和新店报道。